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午安。午安。大家好。因為這一場是叫做客返風雪，客轉風險，所以因為很多的音樂，幾乎都是客家音樂，所以我們今天呢，我先說一下，我叫吳榮順。我是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的老師，然後今天呢，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為八缺藝術呢來做導聆因為今天剛才我說過了，因為底波當中呢，青島客家該節目土底波哈，所以我們今天呢，這場音樂會裡面呢，我在導聆的時候，會用一半的華語，一半的客家話穿插着，請大家見諒哦。一講到八缺藝術，大家都非常清楚，它是新竹地區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一個應該是說室內樂的團體。他們在2013年成立了，就是中提琴家張浩翔，他自己真的是一股腦就讓他成立了。对，就是那個熱忱，就成立了這個八缺。我們知道八缺藝術，大家如果知道的話，導致這個是因為他從德國漢諾威音樂學院學成回來以後，一直對他所學的這個樂器就是中提琴，叫做八缺，那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viola 中提琴呢，情有獨鍾，所以他就把這個名字呢，中提琴的這個八缺。拿來當成這個團的團名，所以在2013年就成立了。大概成立以後，我今天也才知道，要不是他媽媽這個張媽媽，潛心的來支持他，不可能活到今天。對，我是今天才知道的。我認識他媽媽有一段時間了，但是我一直知道他是執行長，我就不知道是他媽媽。我到剛才知道。我都嚇了一跳。好，八缺藝術很努力，都在這幾年來，在新竹呢，不但建立起自己的為了自己的曲風剛開始的時候都用古典音樂來當成他們演奏的一個主體，然後這幾年來一直不斷的深耕在新竹，也要謝謝新竹縣的文化局呢，一直支持了他們。所以他們在2018年以後就被列進入到新竹縣的那個演藝團隊，就是那個傑出團隊。然後他們很努力，後來在2022年進入到文化部的 TT， 也就是台灣 Top 這一個行列裡邊，很不簡單。今年已經進入到這邊已經是第4年了，所以今天呢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為他們來這個導聆這一場音樂會。那這場音樂會，我們先來介紹這幾位在台上的音樂家。第一個小提琴家張佑豪，我看着他長大的，他小時候的時候我就認識，他媽媽也在後面，就是有名的張秀梅老師。第二位潘世恆，他們2位都是美國的，一位是博士候選人一位是碩士，已經是非常優秀的2位都是小提琴家。然後第3位大提琴家呢是陳敏柔。敏柔也是跟我一樣我也是從法國，他也在法國的那個 Conservatoire Lille， 就是里爾音樂学院拿到碩士學位回來。當然，在法國沒有所謂的碩士學位了，應該是叫做文憑回來，真的是很謝謝他。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靈魂人物，就是我們的團長張浩翔。
這是我第一次跟他們幫他們導聆。但其實我跟巴闕藝術合作已經有2到3年的時間。然後今天下午這場節目呢，我真的很希望用很簡單的方式來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都能了解弦樂四重奏。因為我們知道西洋音樂的作曲家，很有名的作曲家，不管是有沒有名，都把弦樂四重奏拿來當成他們每一個都想要克服的一個曲目。所以弦樂四重奏，你說要來聽簡單嗎？不簡單，因為他演奏的就叫做無言歌。对，就這4項樂器，它不像管弦樂團或交響樂團一樣那麼豐富的樂器，所以要在這邊靜靜的來欣賞它們，真的需要花一番功夫，還要很多的耐力。所以今天為什麼要導聆？其實真正的原因有2個，一個就是很希望大家了解我們的編曲家和作曲家呢，在這場音樂會裡面花了多少功夫，為每首曲子賦予它新的生命。同時呢，因為這裡面有好多都是客家音樂，有傳統的客家音樂，也有當代的客家音樂，也有流行的客家音樂，都在這邊。我們很希望透過弦樂四重奏這種編制呢，來了解客家音樂不只是山歌，因為上面演奏會現在正在進行的都是客家山歌的各種不同團體的演唱都在上面。這個2個好像都在 PK 一樣。对，所以你們坐在這邊真的比較不簡單，因為真的比較不簡單，因为沒有歌詞，所以都要聽，靠這些旋律來讓弦樂四重奏呢傳達給大家。所以我們今天很希望大家呢能夠用這樣子的方式來欣賞那個弦樂四重奏。好，什麼叫客繁？我們講客繁、客轉嘛，客轉、風弦、客都客家歌曲嘛，客家山歌啦，客家人都轉了，它本來是用唱的，現在都轉了。來，風是在哪裡？新竹嘛，竹風南雨啊，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不知道這個他的名字，不是我取的，是他們取的。客弦、風弦，弦當然是弦樂四重奏了。對，那名字取得很好。好，我們要分個4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呢，安利歐的躺愛呢，有幾首曲子。第一首曲子大家來聽的是，原來巴闕藝術他們呢，我剛開始認識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演奏這首曲子。是，有一位作曲家非常有名的台中的作曲家郭志遠先生寫的台灣高家曲的6首台灣的高家曲的曲調有6首曲子。大家都知道什麼叫高架？聽過沒有？高架，對，它有6首曲子。其實高架呢，意思是說，高甲，什麼高甲？就是一個戲曲裡邊呢，有用到2種不同的樂種，一個叫做南管，一個叫做北管，南管和北管合在一起，南唱北打，唱的時候用南管，公公劉公公车公，這個都是南管。北管呢？就是在音樂進行的當中，那個過場音樂都是用北管，所以叫南唱北打，這個叫高架。對，那當年郭志遠先生寫的這首曲子之後，他一共6首，而我們沒有辦法全部演奏，我們選擇了2首曲子。他的第五首，他是用到大家都很熟悉的，他有早就出門。這首曲子我們叫牛犁歌啦，不對不起，頭地啊龜啊嘞啊喂，這首曲子對牛犁歌，這個等一下我們聽的時候，第1首就是這首曲子，然後他接着會唱第6首，第6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南管的一首曲子，但是我們聽到的都是國語唱的。進來走啊，滴啦啦啦滴啦啦滴啦當當當滴啦啦，聽過吧哈？國語，但是這首曲子不是國語，
是南管來的叫金蝶啊，锦蝶。所以这2首曲子，等一下大家都听到，这个就是在郭之苑老師他當時寫的這個6首的這個高架曲調裡邊的2首曲子，後來陳以德先生呢把它改編成弦樂4重奏，所以大家可以聽到的是這一首。接下來呢，我們可以聽到的第2首曲子呢，這個叫做老腔陸腔山歌，老腔山歌。這裡是坐在下面的這個吳宇辰老師呢，宇辰老師，來，我們給他。今天90%都是他的曲子，所以等一下不好都要算他的。好，要給他鼓勵了哈。好，他為我們寫的這個老腔山歌，我們知道陸腔山歌哈，對，在上面在唱的哈，通常都是很慢，有沒有？啊，摘茶，愛摘酒了三匹那其實那個音樂只有3個音而已，拉哆咪而已。所以這個真的是對宇辰來說實在是很不簡單，但是他把這首曲子寫得非常非常的生動，等下大家聽就知道。然後接下來呢，我們要聽也是客家的一首歌，叫做《開擔歌》，應該有聽過吧？哈，開擔愛開來嘿，嘿喲做擔杆吶，哇嘿嘿，我不能唱了，再唱下去他那首曲子，等下我們可以聽到，我們這個選4位，他們剛開始的時候，慢慢的跳，還會加上人聲，然後開始慢慢的上山，然後開始下山來，所以這首聽起來就是非常有畫面的音畫。最後一首其實我們來聽的就是非常有名的，這個應該說，閩南人也好，或者現在說台灣台語的人也好，或者是客家人啊，他們共同所擁有的一首曲子，我們叫做客家叫做搭都，閩南話叫做桃花過渡，桃花過渡。這首曲子是客家也有，然後閩南也有。好，這首曲子不知道誰寫的不曉得，因為不知道誰編的。等一下我們就要聽這幾首，我們熱烈掌聲給麻雀。
后堂不？后堂。哦，有好听不？好听。对啊，谁說弦樂四重奏那麼難接近？不會啊，你看這些音樂都跟我們生活非常有關係，都是拼命的台灣人，有趣的台灣人，然後創造出來的音樂啊，有客家也有閩南。對，這個是第一個部分。第二個部分呢，我們要來跟大家介紹的，這個都是自創曲。這就是我們吳宇辰老師呢，他寫的專門為客家的小吃而寫的5首曲子。哦，第一首，等一下我們要再請他上來哈。第一首呢，他寫的我們叫做擂茶、擂茶，知道哈？擂茶知道哈？擂茶以前我記得哈，在三十幾年前的時候沒有聽過，後來因為在北埔哈被捕啊，那北埔呢，因為他們那個烹縫茶非常有名。因為他的第一屆的那個碰風茶的那個藝術節，就是我去幫他主持的，所以在那邊認識了陳永濤啊這幾個歌手以後，才發覺到哇，那邊開始好多擂茶，從不來大家都在擂了。所以等一下宇辰要怎麼寫這個擂茶，我也不知道，等一下他自己會來說。啊，第二首呢要寫的非常有意思，他叫做什麼？起拔愛。起拔愛知道哈？好，不管我們客家人就是這樣，他剛講尤其是那個新建的房子，要上梁的時候，一定要斷起拔愛。我們起拔愛這方用斷的，用斷起拔愛，嘿嗎？哦，你還剛講？哦喲，我剛才坐在旁邊，一來我就問他：“你常常來聽音樂會嗎？”他說是。然後我說：“你會來聽？因為我是八雀的粉絲。”所以我聽了嚇了一跳，我馬上跟他們說：“啊，我幫他們跟你說聲謝謝。”然後他後來告訴我：“我不是學音樂，我是學護理，但是我從小就有一個夢，我要當音樂家，沒有當成，所以我今天就來圓夢，來看他們。他也知道說他們在這邊能夠上台演出，非下10年以上不同的功夫了，才能。這是他剛才我沒有講錯哈，對，真的非常感謝在座的各位朋友，真的，尤其是現在，他剛才講了很多話，都是我，因為我在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我教了40年，在音樂系，也當過音樂學院，都在那個。現在最難的就是很多孩子不學音樂了，因為他剛才也講了一句話，因為他媽媽告訴他學音樂不會賺錢的，這張媽媽剛才有跟我講，我要投資他，對，沒飯吃了，對，最起碼不會崩盤，這個我可以感同身受。我當然是我心中也感到，因為現在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現在大學裡邊科系裡面缺的最多的就是學音樂的，對，因為真的是一代和一代都不一樣了，現在環境一直在改變當中。但是他後來這個我怕稱他大姐又不好意思，哦，這個小姐了哈。沒這麼老了，可能你比我還。他剛才講了，對，沒錯，我比你大很多。他剛才講一句話，把它當成生活的一個方式，是很棒的，那就對了。這個也是剛才我跟那個張媽媽說的，對，投資他，投資兒子，就不用再去想那麼多了，哦，這個就是
怎麼樣？他能夠把這個地方把在新竹裡面，在新竹經營的那麼好，真的是不簡單。好，起拔愛，好，第二首要斷起拔愛啊。我希望等一下聽到的音樂不會，我会那個，你看，這個叫什麼？分來分去啊，好，這斷起拔愛，就是我們的那個起拔愛就是粘在手上。有人問我說，因為我自己哈發在台灣音樂的研究上面，或者是審理上、收集上，尤其是原住民音樂，對我來說，我和客家音樂了，都是我手上的一塊肉。有人問我說：“你要把它丟掉嗎？”我說很難的，因為就手上的那個麻糬啊，丢都丢不掉，真的就是這樣。等一下我們聽聽看，會不會呢？那個黏夾夾，聽過沒有？有。就粘在手上不會掉的那個，不知道，等一下要問你。然後第三首呢，他寫的是呢，這個我就沒有聽過了，這三角弦，跟你談過，水晶餃的。哦，三角剪，哦，這個也是，等一下他自己來說。那第四首呢？他寫的是歲算公公半年了，但是後來我有聽他講，叫歲半，歲半知道嗎？知道，很好吃。蛙桂的，對，歲半。我們的岁半呢，以前啊，對我們安尼哈家人講，我們以前都是給小朋友吃的，因為小孩子還那個，就是牙齒還沒有完全長出來之前，啊，會喝一點流質。但是開始要吃一些固態的東西，這個時候就是客家的阿梅啊，都會準備那個什麼歲半，因為歲半不用攪嘛哈，你攪就還非常好吃，所以歲半呢就是以前我們給小朋友吃，現在變成一個大家都知道，所以客家很有名的小吃了。好，因為我們在新竹，我就不能為苗栗說話。你知道他苗栗的銅鑼啊，有一家餐廳，那個名字我也不能在這邊說。他非常有名的，一端出來就是10個人一定要叫這個歲半。歲半對他來講叫前菜而已，他真正的菜在後面。歲半。最後一個他要寫的是什麼東西呢？叫客家小炒。客家小炒知道啊？我們客家話用蠻講，客家小炒。不對，就像我昨天我到小巨蛋，這個小雞蛋，那邊搞小雞蛋，這什麼叫小？它更好玩的客家話，小雞蛋、小雞攤，什麼的？還是那個時候的那個陳菊啊講的最好，大量人，太量亂，誰量亂？比較好一點。不過這就很難翻了哈。但是客家小炒呢，你若直翻也不行。我講嘛幹，客家炒肉，大家說一次。客家炒肉。客家炒肉就是客家小炒。對，我們知道要去吃一個客家館子哈，你只要點3個菜就夠了，就可以看到功力。第一個客家小炒，第二個豬腸炒薑絲，第三個是什麼？客家的風，因為4風4炒是客家的最重要的這個小吃，應該是說客家菜的那個本色，所以你就發覺了，在座的裡面客家的比較少一點哦。好，我們現在請那個雨辰老師呢來說說他當時怎麼樣寫這些東西。大家好。其實我不是客家人，然後我也不是新竹人，但是就是非常感謝巴闕，因為深耕在地文化，所以我也有一些機會可以為新竹跟客家寫一些曲子。那這個客家小吃的系列呢，一開始是為了，就是因為我們的觀眾是小朋友，然後是為了寫給小朋友可以跟我們一起玩一些音樂遊戲所創作出來的。那像一開始那個擂茶就是他們不同的聲部就好像不同的材料一樣，那不同的組合就會像擂茶一樣有不同的風味這樣子。那個起拔就是倒麻糬的那個節奏，那它倒麻糬會有一個聲音嘛，那小朋友一起學那個身體的節奏，那他們就可以跟我們台上一起合奏這樣。
那像那個水晶餃，但餃圓這個呢，因為它就是會有很多的像香菜啊，或者是胡椒的小配料，那就很像我們除了弦樂之外，我們有準備一些小樂器，然後給小朋友上來，讓他們都有機會一起參與這個音樂這樣。那像客家小炒，它其實就是一個呼朋引伴，就是招呼大家一起來吃飯啊。那有敲鑼打鼓的聲音在裡面這樣子。所以對我來說，這個水班水班那時候呢，也是為了他們，就是可以有一個很簡單的唱的部分。那個唱的部分，他們只要一直重複同一句旋律，就可以跟他們一起合奏這樣子。對，所以這些客家小吃其實是這樣子生出來的。那對我來講，這些曲子都小小的，然後就是很平易近人，就像客家小吃一樣，就是很日常，然後很好入口，可是很美味這樣子。那就這樣。好，謝謝。好，謝謝以晨老師。為什麼我要請他上來？因為我在第一次在前天聽他們彩排的时候，我本來還想說今天玩遊戲，就是現场。我先把這5個都列出來，然後讓大家來猜，第一首是什麼曲子？到底是客家小炒呢，還是什麼曲子？就後來我發覺太複雜了，就請以晨老師來跟大家說明就好。然後下面我們就好好來聽八雀為我們演出的這5首樂曲。好，鼓掌。
客家小吃好吃吗？好吃啊！是真饱啊！謝謝宇辰老師啊！包括我們寫的這5首，這真的是為了音樂教育，為了給小朋友有一個空間，讓他了解什麼是客家的美食，透過音樂透過節奏，透過旋律讓加料啊加什麼東西，讓他們活化起來。所以音樂的功效真的非常的大哈。好，接下来呢，第3個部分呢，我們要來跟大家介紹幾首曲子，一共有4首曲子。第一首呢，要來聽的呢，也是宇辰老師所改編的。這一首改編呢，是客家的兒童歌曲，童謠，就是月光光秀才郎，進來電，跳來講。一個講到兩中央，你哦，歌詞很多，好，就下去了。也講，但是宇辰老師寫得很好，把這首曲子寫活了，我稱它叫做客家波卡。為什麼叫客家波卡？大家知道，每一年過年，維也納過年的時候，都聽到那波卡舞曲，聽到波卡的，他怎麼樣去巧妙地結合這個部分？等一下大家去聽聽看就知道。這首曲子寫得真棒。然後過來第2首曲子呢，這個是一首。用樂器，用這個弦樂四重奏來表現的很難的，但是這幾年來，我們都聽到，不但在客家莊，在全台灣的各地，只要唱客家的合唱曲，都會唱這首曲子，叫什麼？行歌，聽過沒有？行過，他寫的曲子，那個詞呢是那個黃偉傑所寫的詞，他寫的時候是寫給，後來把它改編成2部合唱。幾乎全台灣各地，不管是兒童合唱也好，或者國中的合唱、高中的也好，成人的合唱也好，都在唱這首曲子。我連續聽了5年，真的聽到快了。但是要唱好這首曲子太難了，因為有些人把它唱到上達天聽，然後一面唱，唱到最後唱給天神聽。還有的人把它唱到寧靜致遠。就是慢慢，因為走過很多的路嘛，一面走一面走，有些人越走越遠，越走越遠，那聲音就越來越安靜。到底要哪一種不知道，但是要唱好這首曲子真的好難好難。哦，有一次我記得，已經半夜了，快要到8點，晚上8點了，聽到新竹的一個合唱團唱，終於唱到心裡面去，因為你要一直耕耘，一直耕耘到最高的呢，溢出去了。然後慢慢的下升。等一下我們來聽那個宇辰把這首曲子改編給弦樂四重奏，這也是第一次。你看到他用器樂來表達，真的是無限的想象。然後接下來第3首曲子呢，這首曲子是林佳瑩老師所寫的，叫做《樹林小屋》。這首曲子可能等一下大家聽的時候可能。需要花比較多一點的想象的空間，因為對於我們這個4個音樂家來講，也是一大挑戰。因為林佳瑩老師把一個樹林小屋呢，用了2個我們知道這個
弦樂的技巧裡面，一個是用到很多的泛音。泛音大家知道嗎？什麼叫泛音？就是一個音的振動會產生不同階段的共振，共振出來的音就叫做泛音。那聽不懂我要唱了。好，这就是泛音。然後，等一下那音乐有沒有那麼好聽，我不知道。沒有，對，就這樣。作曲家寫一個東西出來，有很多的想象空間，有些是大家熟悉的，有些不是大家熟悉的，但是他要表達的，就是說所以說為什麼我今天要導理，其實就是很希望把作曲家想象的東西交到各位的身上，讓大家呢聽起來知道他在寫什麼，不要，否則他呢很努力的去寫，這個不知道是什麼。他寫的是非常意境非常高的，有一點像是空谷裡面的看到的光和影，然後透過剛才我講泛音的技巧，因為對弦樂來講，泛音它就很多地方都要拉到很後面來，那個聲音很高以後產生的一個音階段，那個泛音就會出現，空靈的聲音會出現出来，然後另外就撥奏，所以他要表現的是這兩個部分。那其實我不應該先說了，但是就是先說，讓大家心中有數。然後過來，接下來呢，我們最後一首曲子就要聽謝宜威的一首曲子，叫做《油桐花》。我們知道客委會在應該是30年前，就是葉菊蘭在當客委會的主委開始，就把油桐花呢來當成是客家的一個客花，就是把它當成是。一講到油桐花，就會想到客家了哈，都是這樣。所以很多的作曲家呢，或者是這個歌手呢，都寫過油桐花，聽到耳朵都會長繭。對，但是謝宜威呢，他也是一個流行歌手，但是他寫的油桐花很不一樣。最後呢，以晨老師呢，就從這一個曲調裡面呢，再重新加以改編以後，變成弦樂四重奏。所以大家等一下要來聽這4首樂曲。好，我們再一次熱烈掌聲給巴闕。
刚才我们听到，我们的油桐花里面也有黑人民歌，叫做《老黑爵》 ，Faust 的那个曲調，有沒有聽到？都打瞌睡了。哎，宇辰，你本來就這個是你寫的是？哦，幸好我有聽到。對，我在彩排的時候沒有好好注意聽，現在一聽，哇，果然埋藏在裡邊。哦。大家知道不知道哈？現在已經比較少人說了。有人說，美洲的雷鬼音樂是客家人，台灣的客家人過去那邊把他們推廣出來。不過這種說法，在2-3年前在台灣非常盛行。然後後來這個主委下台以後就。比較少人在說了，我不知道剛才宇辰把這個寫進去有沒有跟這個有沒有關係，我不知道了哈。因為這剛剛聽到他很巧妙的把很多的音樂都放到裡邊，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的，因為我是學音樂學的，就是每一個旋律、每一個音從哪裡來，我們都要清清楚楚，所以很麻煩就是這樣。所以睡覺的時候絕對不能聽音樂，睡覺前不能聽音樂，因為會胡思亂想，會去想。半夜都還會起來找這個東西在哪裡。好，我們接下來來聽那個第四個部分哈。而這個第四個部分呢，也有4首曲子。第一首呢，是一樣是宇辰呢他自己寫的，這個是創作。秋，我們客家人說了，一丘田，有沒有聽過這句話？一丘田，就是看過去那個田呢。那邊有一塊田啊，我們說一丘田，那個丘呢，當然我們看起來好像是山丘的意思，因為這個丘呢，在高雄的美濃的客家人，他們就不叫丘，叫他們講山崗，就是那個硬崗啊，陰拱山檔，硬崗，所以這種南北的客家話不太一樣，有些那老一來山檔。美濃的客家人，有些呢，他來去陰拱，走不開了。我們說要去拜拜，對不對？他們我們美濃客家人，就是美濃客家人，他來沖甲，葬爺知道嗎？葬爺，因為我們講拜拜哈，北部的客家人說來拜拜，南部的客家人說葬爺，哇，非常高雅，爺嘛哈，葬爺沖甲，所以這個台灣很小。南北哈客家話，有時候也有一些差距哈，所以今天透過這個音樂會裡面呢，我們非常謝謝宇辰寫了好多客家歌哈，讓我有機會可以來這邊呢，宣揚一下客家文化的一些差異性哈。好，那個是第一首曲子叫《秋》，第二首曲子呢，
這個是他之前寫的一首曲子，風起，就是風起來了，風起來了以後就會看到什麼？天上就會看到什麼？我們客家講日婆，闽南話叫的拉秀，拉秀是什麼？老鷹嘛。中文叫什麼？鳶呐，鳶有沒有？一個鴿，一個鳥，那個鳶。我們客家說肉婆哈，肉婆灰哥哥木竹里里。這個是陳永濤的一首曲子，寫的就是肉婆，就是寫的就是鳶這個字。所以雨辰在寫3首曲子，一首寫秋，就是看到一片田啊。可能看到的是山，第2首曲子看到的是風起來了，等待時機。這個老鷹呢，要盤旋的時候，一定要有風起来，然後就它会開始盤旋起飛，就是大家等待時機。不曉得雨辰在寫這3首曲子的時候，有沒有講笑話？我不曉得等一下大家聽聽看就好了。秋，然後第2個風起。第3首叫鳶，就是寫那個拉鳶，就客家人說的肉婆。他第4首呢，這首曲子呢，是客家的一首曲子。這首曲子叫做《18姑娘》。大家知道這首曲子其實不能叫做客家民謠，它本來就是一首流行歌曲。只是當時呢，那個鄧雨贤寫了以後。後來謝宜威把它改寫成客家，18的姑娘一蕊花，一蕊花，這首曲子，雨辰再把它寫成給學樂四重奏，大家聽聽看哪一個版本最好？這些好，我們就來聽這4首樂曲，來給他們鼓勵。
台上的18姑娘一朵花哦。好，我们这场音樂會中間都沒有休息哈，大家忍耐一點，因為剩下最後一首曲子。但是這首曲子呢，我一定要好好的說，因為這首曲子是很重要的一首曲子。它的名字叫做《雷香主題弦樂四重奏》。這首曲子呢，原來是苗栗頭份的一個安尼客家的作曲家，他帶頭山竹虎，山竹虎大家知道哈，就是那個山要到那個山灣，頭份到山灣那個路上，他住在那邊，他叫做許松榮老師。許松榮老師呢是差不多他是1941年出生，然後已經過世了好幾年了。他呢一輩子奉獻給在國小，他一直在當國小的音樂老師，都在苗栗的頭份這個地方工作。他在1973年的時候寫了一首曲子，就是弦樂四重奏。他原來寫1、2、3個樂章，然後忽然有一天，他到台北去，他從新竹從那個頭份到台北。碰到了，就是他去赴宴，就是有人邀約他，那個人就是雷香。雷香在當年，大家聽過雷香嘛哈？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文學家，同時也在當時的中國電視公司裡邊應該是當類似編劇，因為他也是廣播人，也是很有名的一位文化人，所以呢，他當時呢就去那邊呢跟他一起吃飯。吃飯的當中呢，就是這個雷香呢，就哼了一段主題給這個許松榮老師。許松榮老師呢，只是一個小學老師哦，但是呢，他當年呢，就是在差不多1965年的時候，他到了現在的國北教大，他去那邊念書，主修作曲。他的作曲後來畢業了以後呢，他一共有6位老師，包括馬水龍、賴德和、陳茂良，還有許松榮老師，他們呢有6個人，有一個叫做向日葵樂集，他們就透過這個樂集呢，有點像這個八闕藝術一樣，他們這6個人呢就組成了一個作曲聯盟，叫做向日葵聯盟，就是不斷的一直發表新作。後來在1973年的時候，他就寫了3個樂章的這個就是弦樂四重奏。他寫第4個樂章的時候，他就想起了當年就是在1973年的時候，一個雷香給他那個主題，他就把它寫進去到第4個樂章。所以4個樂章寫好的時候，他們在第2年就是1974年的時候，他們就首演了。那後來也在洪建全那個文教基金會裡邊呢，他們幫他出版，用那個 LP 就是黑膠上面出版這首曲子。所以這首曲子後來許松榮老師就把它命名叫做雷香主題變奏，弦樂四重奏。那當時呢，第3樂章和第4樂章呢是沒有斷掉的，就是要演奏了第3樂章以後要趕快練，要演奏第4樂章，就像剛才我們聽到他那個高尬調裡面的那個第5和第6。這一首曲子有沒有？剛才我們聽到他們就連續這個演奏。好，這首曲子非常有名。後來在去年，我們在新竹的那個新春藝術季，我想不知道在座的朋友，如果新竹的朋友一定都知道，每一年新竹文化局都在
就是現在這個時間叫做春天，他們要有春天藝術季。這裡面像今年叫做龍騰月點，這個前幾天不是有長榮交響樂團跟他們合作嗎？有來聽的請朋友請舉手。哦，有一個，因為那場也是我幫他主持的，也我幫他策展的。去年我幫他策展了一出，这一出呢也跟巴阙藝術的他們合作，所以那一年的主題去年的主題叫做新竹 Virtuoso， 叫做新竹炫技。我們就請李晨老師利用這一首雷香就是那個許松武老師寫的這一首曲子呢，前面就是用這個第4樂章雷香主題呢，重新再把它改編。前面按照徐老師所寫的弦樂四重奏沒有去改它，但是到後半段呢，我們就請李晨老師呢，就因為了符合這個叫做新竹炫技嘛。什麼叫炫技？弦樂四重奏要讓小提琴、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每一個都可以看到他們去炫技的那個樂段。那對一個編曲家來講是一個挑戰，他把它寫好。Jella 去年演出了，但是就演出的是太可惜了。下面我們就要來听這一首曲子重新改編以後，這個等於是再度的創作了哈。這首曲子非常好聽，也非常有好，我們給熱烈的掌聲來歡迎。
再次謝謝八切藝術的張佑豪、潘世恆、陳敏柔、張浩翔，還有我們的作曲家奕成。没有，总之還是要謝謝各位大家。我常常說了，叫了不離不棄，好，願意繼續坐在這邊，而且中間都沒有休息，都沒有離開。對，再次謝謝大家。